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到圣殿，我们来敬拜神。确实，这个时候赐下渴慕的灵在我们当中。你可能是赶着来教会，心中还非常的慌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安静我们自己。你可能还有一些担忧，担忧疫情，担忧中午要吃什么。把这都放下哈，我们就来单单来到神的面前，单单思想神的美好，单单思想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跟作为，单单感谢神的带领。早上这段时间，我们就单单的仰望神。我们在早上的敬拜当中，我们要敬拜他，也要听他的声音。圣经诗篇28篇第7节，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心里依靠他，就能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心中要欢乐，我们必用诗歌来颂赞他，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要聆听他的声音，我们的主也要聆听我们微小的祷告声音。我们用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轻轻听。”要轻轻听，我要侧听我主声音，轻轻听，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仆人，再次轻轻听，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我要侧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仆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再次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要轻。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我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牧人认得我声音，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其实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小羊，他是认得我们声音的。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他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呢？我们的呼求为什么好像没有回应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的罪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蒙蔽了我们的耳朵，听不到神的声音，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而隔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聚会之前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祷告。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罪来认罪。我们特别为台湾这块土地，我们现场祷告，因为这块土地犯了许多的神不喜爱的罪，被许多邪灵不属于神的喜爱的灵来捆绑，
台湾百姓因为这样子，心里受到辖制，都受到自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自己的罪，也为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怜悯我们，也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来的是的主，我们愿意再次的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摊开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数算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许多的过犯，让我们知道一一陈列在你面前的时候，神就一一的破除它，一一的赦免我们。还有是的主，这是恩典的神。当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让我们可以用清净的、清洁的圣灵来到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还有是的主，感谢赞美。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认的这些罪摆在主的十架前面。神啊，求你斩断这些罪的捆绑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愿意穿上全部的军装来抵挡一切撒旦的攻击。愿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如何常常的用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当作剑，当作宝剑，当作护心镜，帮助我们抵挡一切的过犯。主啊，教导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的摆在神的面前，愿神亲自的洗净我们一切，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用圣洁的灵，用圣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这样的不配，这样的祷告，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恩典来祷告。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这个时候为我们的世界在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全球遇到许多的困难跟挑战，特别疫情还是一样控制了整个的全球2年多的时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肆虐。特别在最近，我们台湾的疫情有非常多的确诊者，所以我们求神赐下怜悯，赐下医治，赐下恩典，让这些疫情得以控制，可以止息，让我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我们特别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的祷告，已经2个多月了，将近快3个月了。这个战争还没有止息，百姓受到许多的伤害，许多的死伤，带来2国人民许多的灾难。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个战争来献上祷告，特别求神赐下领导者，让他们有智慧，有怜悯的心，有和平爱慕和平的心在这个地方。所以求神光照这个地区。我们为我们台湾来献上祷告，让我们求神护守我们台湾可以得到平安，让政府官员有智慧、有公义、有怜悯的心，带领台湾能够站在这个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让我们有独立、自由、经济稳定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全球所面对的这样的困境，台湾所面对的挑战，疫情的关系，我们献上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开口来祷告。还有这个是的主，我们为我们这块土地的祷告，特别为我们全球的百姓这样祷告。主啊，我们因为得罪了你，我们因为自己心中的私欲、怨恨的心，挑起了这许多的争端，挑起了许多的战争，害得许多的百姓许多的基民因为陷入到恐惧当中，陷入到不安当中，陷入到一个灾难当中和伤害当中。神啊，求你亲自的医治，神啊，求你亲自的带领。主啊，我们愿意再次让我们所有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掌权。哈利路亚，是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慈爱的神，你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希望，唯有你才可以解救一切的困难，靠人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唯有神你亲自的介入的时候才能翻转。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人类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献上祷告，求神亲自的掌权作王，
主啊，让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平息，让国家社会运作得以正常。主啊，我们特别为战乱中的地区的和平，我们恳求上帝能够介入，阻止冲突的发生，赐下怜悯跟互相饶恕包容的心在两国的人民当中。主啊，你也赐下怜悯跟智慧在执政者，两国可以和平相处。求神保护这些无辜人民免于恐惧跟牺牲，享受平安的日子。主啊，我们特别为台湾也献上祷告，求神在台湾掌权作王。我们知道这块土地已经有许多的伤害在这块土地上面，有许多的邪恶的势力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有看到许多撒旦的捆绑工作在这个土地上面。神啊，求你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愿意为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也求神让更多的基督徒透过祷告透过彼此分享的爱来翻转这块土地。神啊，当你介入的时候，这块土地要被翻转，这块土地要成为神所喜爱所居住的一个土地。主，我们为台湾献上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他是大牧者，是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国家台湾的主宰。他是大牧者，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们这时候为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也来献上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攻击，让我们可以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特别在台湾这个时候疫情非常的肆虐的时候，求神赐下平安，赐下喜乐给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度过这样的一个攻击、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搅扰。第二个，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献上祷告，特别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的身心灵得以健康而献上祷告。第三个，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工作、职场或者在学校的学习都有神的带领，让我们跟同事、跟同学之间的一个关系能够更好。然后为我们自己经济上所面对的困难、财务上面对的困难，我们都献上祷告求神赐下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后为我们自己个人的身心的健康，为我们可能面对的疾病，你可能身上有一些疾病，我们为我们的疾病来献上祷告，求神医治。为我们的家人可能身心灵有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挑战，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他要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死荫的幽谷，走过这个困难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困难挑战的时候，知道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你的帮助。主啊，求你垂听，让我们在你面前所说的祷告，帮助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愿意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都不离弃神，因为神是丰盛的神，你是赐下平安、赐下喜乐的神。在我们这个时候遇到的许多的困难，神你完全了解，你完全了解我们心中的难处，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愿神亲自赐下的鼓励跟安慰的话语给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求神帮助我们，不管顺境逆境，我们都凡事谢恩。我们的嘴唇常常唱出颂赞的诗歌。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远离一切的凶恶。特别在许多的困难挑战当中，帮助我们不受这些困难辖制，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神你为我们所预备应许的那丰盛，让我们可以在困难当中找到神你为我们开的出路，开的利益上窗。主啊，你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挑战。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未信的家人献上祷告，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神喜爱的一个生命，见证主的名，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见证可以带领我们的家人更多来认识神。主啊，我们恭敬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
我们接下来为我们教会遇到了困难挑战也献上祷告，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神喜爱的教会，成为神荣耀的教会，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生命得到翻转，让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渴慕圣灵的同在，喜爱祷告，渴慕上帝的话语，热情敬拜，学习成长特别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愿意接受训练，成为神的门徒，也让我们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使者。特别我们教会里面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身心灵病痛的兄姐我们线上祷告，求神让他们在疾病困难当中依然不离弃神，神的喜乐平安依然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成为神所喜爱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敬拜神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都来开口为我们到教会来献上祷告，献上祝福，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富强教会献上祷告。神啊，这间教会是你所喜爱、所设立的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主啊，我们要奉主你的宣告，这个教会要高举主你的十架，要掌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是的，主，帮助我们这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得到建造。哈利路亚，是的，主，亲爱的父神，我们要宣告富强教会要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教会。许多人进入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他们的困难得以解决，他们生命得以改变，他们要被圣灵来充满。所有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要唱出美妙的诗歌，要来用喜乐、用赞美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赐下你的平安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身上。主啊，我们教会的许多的事工，求神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事工乃不是要利益我们自己，我们的事工乃是要兴旺神的教会，兴旺高举神的名。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智慧在这些同工身上，让他们知道如何来带领这间教会成为一个高举十架荣耀神的一个教会。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教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你就亲自的开路。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恭敬摆上，将富强教会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的祝福。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他是我们教会的牧者，带领我们。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跟随父神的。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他是大牧者，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跟随主神的。我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最后，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来献上祷告，让所有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渴慕的心、渴慕的灵，有聆听的耳朵，来让今天的敬拜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敬拜。第二个，我们为今天的礼拜整个的服事、整个的过程，服事同工献上祷告，让整个的礼拜的过程都能够顺利，让神的荣耀彰显。第三个，我们为今天要讲道分享的谢雅婷神学生，我们献上祷告，求神透过他的口，来将神的真理教导给我们明白。特别我们为谢雅婷神学生祷告，他今年就要毕业神学院毕业要受派到教会服事，所以我们为他的服事的道路，我们献上祷告，求神带领他让他的服事是有果效的，让他服事能够成为神重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开口为今天的聚会早上的敬拜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雅婷神学生也献上祷告，开口来祷告。这样父神主啊，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主啊，当今天的聚会成为荣耀神的聚会，感谢赞美神。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早上的聚会当中，我们要看见神你彰显的荣耀。
你要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哦，主啊，我们要透过雅婷孙先生他所分享的信息，再次的让我们明白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奇妙的祝福，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回应，用我们的生命来奉献，用我们的金钱来奉献，用我们的才能来奉献在神的面前。主啊，请你这个时候您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让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不受魔鬼撒旦的攻击，派天军天使围绕在这四周围，让我们可以专心敬拜你，让我们有个渴慕的灵来敬拜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渴慕我们的神，渴慕早上的敬拜，渴慕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掌管。我们深深渴慕他。因为梦醒就不会哭，因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过有苦才明白，你的运行即是荒芜，你的许多永远的福，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因为梦醒就不会哭，因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过永路才明白，你的运行即是荒芜，你的许多我永远的福，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我要渴慕，我渴慕，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
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我渴慕，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在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为何要拣选我？主，你为何那么爱我？没有像我爱那么多，不给主用我一生这么多。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载满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在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决心走向在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王
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圣洁壮士敬拜你。神在，神在全地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哦，主啊，是圣洁的，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我们欢迎你今天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歌颂你。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配得赞美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欢迎圣洁的神到我们当中，他掌权作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在这里，大能彰显这
上感恩，献上赞美，献上祷告，是因为主耶稣你是君王，你在这里，这里就是成为宝座，成为祭坛。主啊，你的能力庇护遮盖我们，让我们在恩典中进到每一天神的恩典的日子。主啊，今天是主的圣日，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无论是线上或是在实地，我们的实况的祷告敬拜，我们确信主你在我们当中，因为主你教导我们，你是圣灵，你是神，所以我们要用敬拜，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敬拜。主啊，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心，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做美好的圣工，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主的同在，主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体验到神同在的喜乐跟平安。我们要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今天有两处。第一处是马拉基书第3章第10到12节，第二处是路加福音11章4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一起看我们的周报，我们一起来念，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悉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1/10，那公义和爱你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今天的圣经读到这边，愿神祝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我们请南诗班献诗。今天的曲目是咱用信心挖刻住。献诗完，我们请谢雅婷神学生正道。今天的讯息是11奉献承接祝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胜过世界哈，真的是要依靠主哈。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到的题目是这个关于11奉献啊。那我们知道现在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人的薪资所得都是每个月居多啊，所以我们的奉献袋上面通常是写约定奉献可能比较少看到11奉献。那有些教会也是会写11奉献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哈。那我们讲到奉献呢，这个主题它有点像分享。我们知道说分享的话，就是把我们有的分享出去。那东西好像就是越分享越少。好，那什么东西可以越分享越多？爱，还有呢，我们的喜乐啊，那我们的信心。这个都可以越分享越多，可是痛苦可以越分享越少，对不对？好，那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你赏识万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也达到穹苍。我们可以享受你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也愿你的圣灵现在充满在现场或是在线上每一位在聆听的弟兄姐妹身上，使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聆听你的话，分别我们的时间来守安息日，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也能够真正的悔改，除去那一切不符合你旨意的、你心意的，让我们不只用耳朵听，不只用嘴巴说，我们更要将你的教导都记在我们的脑海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可以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好，我们刚刚说这个11奉献呢，在圣经里面尤其耶稣在4福音书里面就会看到他有很多的谈论有关金钱跟奉献的事情有人去统计，有2350节的这个经文是有关财务的或是有关奉献的。那他的比喻，耶稣也做了30几个比喻，那这里面呢有16个就是跟金钱直接有关系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么多跟金钱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在这个世上都会不由自主去关注，因为那是我们生活所需那但是耶稣他谈钱，并不是要让你赚更多啦这不是他的目的，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对金钱有更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就先从因为耶稣年代其实他教的就是从旧约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先从旧约来看。其实在最早人类被创造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对亚当跟夏娃其实是有期许的他让他们住在伊甸园里面，那也让他们有这个能力跟体力或是技巧去管理那个伊甸园，所以就是等于要让他们学习成为一个好管家，上帝的好管家。那好管家可能就类似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CEO， 我们常听到他是公司的一个管理者，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拥有者他只是管理人家交付给他的这个公司，所以他应该要以公司或者以股东的最大利益或者心意来经营，而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想要或者他自己的利益来经营。甚至包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说孩子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永远都是上帝的产业。我们的孩子也是称天父为天父所以他是上帝的产业，只是现在交由我们来管理。
所以我们带孩子呢，也是要照着上帝创造他，从最初创造他，要给他的命定，好，而不是照着你想要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来去培育我们的孩子，或是说照管我们的孩子哈。那今天谈这个11奉献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有个概念，觉得说，哦，11是不是比的就是说1/10归给上帝，然后9/10就是我的？但其实这也不对哈。那个11其实都是10就是全部啦哈，100%都是从上帝来的，也都是属于上帝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EO 的概念。那像包括比如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给他们在园中，他们在管理的过程，他也可以享受其中的果实或是菜蔬。那他在享受的这些过程呢，有提到一个有什么不能吃？分别善恶的树的所生的果子不可以吃。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园子里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是谁在决定？是上帝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所以我们要记清楚，要明白这个园子所有的全部都是属于上帝。那我们要照他的意思来管理，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善恶树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它不该是我们也要去占用这样。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耶和华他就是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年代，是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拜其他的神，只有他他是被上帝所呼召，并且信靠他，所以呢，他就有这种敬拜上帝的一个心。所以当他在他侄子罗德被人家抓去的时候，他就动用了他很多的这个兵丁他的奴仆跟兵丁去救回来。那救回来的时候，不但救回了罗德他们一家，而且呢还带回了很多的战利品。他带回这么多的战利品的时候，他不是先分战利品他是先做敬拜做奉献的动作。他先11奉献，就把这1/10献给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那所以可见他很了解，这些都是上帝给他的，他能战胜，他能够得到这些战利品，都是上帝给他的，所以他要归还一部分，表示他对天地的父这个耶和华神的一个感谢。那这样的一个心智回应，也让耶和华真的就是祝福他，而且呢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从信主到现在，你领受到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好，最大祝福在这个创世纪这边提到的是说，他给亚伯拉罕最大的祝福就是呢，万族要因他而蒙福啊！是你身边的人会因你而蒙福，这是最大的福就好像说，你好像成为一棵大树，你成为这一棵大树呢，有很多的鸟啊、小虫啊，或是这个松鼠什么，可以来这边栖息，得到果子吃，甚至得到安全，得到保护。那人呢，也可以在树底下得到庇荫所以当你成为像那棵大树，才是真正的大福最好的福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也承接了这个，而且就把这个福呢延续下去到以撒，到雅各。谈到雅各，我想他的名字有一个意义叫做抓住。好，我们知道看过创世纪这一段的，大家都有印象。雅各这个人真的是很会抓。当然他一定是抓他觉得最有价值的，最好的。所以他在那个年代，尤其我们知道雅各有没有看过他爷爷亚伯拉罕？你们回去推算一下亚伯拉罕他活到175岁，以撒是60岁生雅各，所以其实雅各是有看到他爷爷的所以而且有一段时间，因此呢，他一定是有机会听到亚伯拉罕在谈这个耶和华。所以当他逃难的时候，逃他哥哥要追杀他的时候，当他在梦中遇见耶和华，他并
他马上认出，他知道这个就是他爷爷说的耶和华。所以他就直接跟他许愿，说啊，你要与我同在，让我平安的去找我舅舅，那你要赐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甚至呢，你保守我，可以去我舅舅之后，我家就那边将来我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再回到我的父家。如果你可以这样保守我，我就要以你为我的神，为我的主，他就有这样子一个许愿了哈。那虽然这样的对价式的许愿其实不太对了哈，这种心态是不正确的。那但是呢，上帝拣选了他，然后他也抓住这个，这个值得信靠的神，好，所以他就以11奉献来表达他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我愿意把我的11献给你，来表示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最后他真的是丰丰富富哈，这个有4个妻儿成群，然后牛羊更是成大群。这个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他的舅舅拉班，在他想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说啊，我知道我这几年来的这些这么多的家业的成长，其实都是因为你呀，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你。好，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敬虔的生活，最后的一个蒙福，旁边就算不信耶和华、不信耶稣、不信主的，都可以看出许多的福在我们身上。好，那这样的福呢，最后我们看到了后来雅各他们12族到了埃及之后，受到世界的捆绑，最后上帝又把他们救出来。那本来应该是要带他们出去，要敬拜上帝。那需要做这个圣工，所以呢，这个上帝特别拣选利未人来做这个圣工的服事。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利未人并没有分到土地，是只有其他族有分。那所以就必须要求其他的各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奉11奉献给这个利未人。利未人他们本身也是要做11奉献哦，他们收了这些奉献之后，他们也要做11奉献，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规定的律例，你一定要这样，就是你必得这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的一个要求，也是他的期待。好，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利未人他们才可以来做这些圣工。那再来就是他们后来因为渐渐的没有这样做所以让上帝很生气嘛所以他们最后可能被亚述灭了，甚至被抓到巴比伦去。那好不容易呢，上帝又让他们回来了，重建圣殿。重建圣殿之后，这个人还是忘记了，尤其要拿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到了新的家，可能又要盖房子啊，要做什么所以就找这个理由不太愿意11奉献。那这时候上帝就启示这个先知马拉基，让他去提醒众民要再记得这个11奉献。他提到说呢，我们就是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点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就跟撒旦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但是呢，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你可以用这个来试试我。因为这是上帝要给你的福，你如果愿意试，你可以更蒙福。那你来用这个试看看，我是不是会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倾福于你甚至多到装不下，无处可容啊！那这个他呢会为我们斥责蝗虫。我们知道呢，他们是属于一个农业时代，有时候蝗虫什么时候来，你再怎么努力耕作，他可能一夜间把你的努力都给吃掉了，你没办法处理。同样的，像在我们的工作中，可能有时候也会遇到那种，这个突然来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把你之前的努力都给打消了，或者说，突然来的一个帮助，让你本来可能做的不够，可是却得到更好的报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控制不住的地方。上帝说他要为你保守，那不容他们来毁坏。怕破坏你之前的努力，让你所做的功都可以兼顾，甚至得到更多。那所以他又说万国还要称你们为有福，意思就是说
这种福是多到别人都看得到了，就算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会觉得哇，你们信主的好像特别有福分啊。那当然，其实是因为你很努力的在做11奉献哦。好，那这里面特别提到说啊，你们要以此来试试，你们要将当纳的哈，这意思当然就是说，这其实是应该要做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世上使用。那其实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好，把这个赎主，因为他也顾念我们，所以让9%给我们用，可是1/10我们把它分别出来。好，再来我们来看看，那到了新约呢？新约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看到11奉献这个词，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哈，因为比如说，通常我们大家都比较会用这一段了哈，就是，不好意思，好，就是保罗有人就说啊，我们奉献不就是照个人心里所想的，或是自己的能力啦哈，不做难，不要勉强，就是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今天开心的捐的这个就可以了哈，但其实不是这样。好，我们有时候读经有时候会挑我们自己想读、想听的做背书哦，但其实我们要整篇看完。那他最后，他其实在罗马书也提到说，我们当将身体献上，身体是包括我们的所有全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灵命，全部都献上，要当作活祭，好，不是死祭哦。祭物呢，那个死掉了、杀了来拜过一次，吃掉就没了。但我们是活祭，是一辈子的。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都是是一个活祭，要来献给上帝。然后这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彼此分享，所以可以均平。不要说有的人苦哈哈，甚至快过不下去了啊，有的人还不去注意他的需要啊。那所以这个也像这个也提醒我们哈，这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多收的也不会剩啊，但是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这边我们来看看，耶稣真的也没讲到11奉献吗？我们来看看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地方就有提到说，有一个少年财主啊，这个路加跟马可也都有提到，一个少年财主他就来问耶稣，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啊？耶稣就跟他说，这些诫命旧约所教，当时他们的圣经所教的。你遵行得很好他也鼓励他，他也奖励他。我们要做到让上帝赞美，也是不容易的事哈。那但是呢，他不止这样呢，他说那可是呢还有2个步骤哦，一个就是你要把一切变卖，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当然跟从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去传福音嘛，去传福音，或是去使人得医治哈。那所以可见，耶稣要求的不是只有1/10，是要更多，是要更多。另外在路加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这个，刚刚我们第1张图看到那个穷寡妇的2个小钱，其实耶稣对这个奉献2个小钱的穷寡妇，他并不是说，怎么可以让他奉献？不行啊，他现在这么穷，他就只剩这2个了。他没有这样说呢，他只是说他这样子是最棒的。所以耶稣是要我们奉献全部哈。那当然全部是涵盖很多你的知识、技能什么等等哈。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在当时呢的法利赛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的人都是只在意那个表面的奉献表面的人家看得到的11奉献，那可能呢，他把这个11奉献给了这个拿到这个圣殿之后，他可能自己家里该需要被他照顾的人，他居然就找理由不照顾所以耶稣就对此这个来做责备他就讲到说，你们怎么只做那个表面的1/10做得很好，但是呢，那些公义跟爱神的事就是把上帝的慈爱分享出去的事，却不去做。那这原是你们当行的。这个这指的就是公义跟爱的一个分享，这是一定要行的。但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
那个1/10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可见，耶稣的标准是更高，是更高。那至于奉献的话，其实保罗所提的，他提到的是在说供给圣徒的事啦，也就是肢体彼此关怀的事。就是这个部分，你确实可以就是在11奉献以外，再多加的这个对肢体的他们的需要，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在灵命上、信心上需要加添的，你有看到他有缺乏，你就去帮助他，这样。所以他提到这个保罗这提到说，这个部分你可能就看个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在敬拜赞美团的时候，可能有对这个音乐的一个节奏性，或是整个带的流程，就特别有恩赐，他就在这个部分来分享其他还不会的。好，或者像我们教会真的很特别这个门训呢是有长子来带领，那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信仰上，他们的灵命比较充足，信仰方面比较充足，所以他们就可以分享给其他比较不足的，那我们就可以大家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那当然啦，也包括比如说为着传福音的事工，比如说为神学院啊，或是为这个各个传福音的事工，或者是帮这个原住民一些弱小教会，或是一些弱小教会，他们可能有一些需求那甚至呢为这个乌克兰我们知道的现在他们正处在这个战争之下，我们今天现在这样子很平稳的、很平安的坐在这地方享受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可能在家里或躲在异乡，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秒还能不能活着。我们可以为这个来代祷，或是他们的物资的一个需求来为他们奉献。好，那所以保罗他最后也说，上帝其实不缺钱但是我们需要奉献。这个奉献是为了让我们肢体可以彼此分享，包括恩赐包括其他各样的，反正就是我的全部好，那讲到奉献的部分，11奉献呢，对了，这个我们刚刚讲，上帝创造我们，就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那什么是忠心呢？当然，忠心的管家，我们就是不能把这个，不管是公司或是我们把教会，管一管就变成我的。这个我们是要照着这个真正的拥有者的旨意跟好处来管理，而且不会想把它据为己有。这才是忠心的管家，而且是有见识的管家。就是我们有看到，我们会主动去了解有谁有缺乏，我们把这个他所需要的分给他。这是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就是这样子另外，我们说在11奉献的部分，我们刚刚讲，我们的所有都是来自上帝，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金钱。那么生命，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生命。你在这世上可以活多少年，就是有多少的时间活在这里。那所以你的时间也是应该可以做11奉献的。我们以一个礼拜有几个小时？168嘛，我应该没有算错。一个礼拜168小时，那1/10的话是多少？16.8小时。你有没有把这16.8小时献给上帝呢？来亲近神，或是来做教会事工等等各样，包括比如说可能 RPG 啊，或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啊，或是你个人有自己传福音的一个模式等等或者是中保代祷，或是来教会服事，这个就是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来归还给主来用与主来一起同工。好，那最后我大概做一个简单整理，就是说11奉献它大概就是第一个，它就是我们去做11奉献来操练我们，也使我们去记起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他赏赐给我们这么多甚至包括机会那我们将这11分别出来，就像分别善恶树这样，那把它归还给上帝。
然后再来就是学习上帝他的慷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要学习他，就我们的爸爸，我们家的爸爸就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可以太小气呢？那所以这是一个学习他的榜样。然后再来就是这是一个11奉献，它也是一种敬拜，一种敬拜的方式。敬拜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包括我们像刚刚有这个敬拜赞美，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上帝。那也包括我们在座来到这边的，来到这里就是要敬拜他，在这里仔细听他的话，这就是你敬拜他的方式。或者你到了你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样跟人相处，那个就是一个敬拜的方式。你在你的公司行号，在你的工作范围，你怎么工作，怎么跟同事相处，这就是一个敬拜。像是为神做，不是为人做，因为这就是你的敬拜。所以同样的11奉献，它也是一种敬拜的一个模式。好，所以最后我归结一个11奉献不是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搞混的，就是第一个，它不是舍己，11奉献不是牺牲哦。我们刚刚讲，我们只是还回去而已哦。我们不是牺牲，那是还回去而已，所以不是捐给教会，不是捐给教会。像这个，我们今天下午有那个财务的研习嘛，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呢，有些人我们有看到他有这特殊的才能力所以我们选他出来做这个会计，或是各小组的一些会计的人员那当我们有机会被选为这样的一个管理者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心态说我所管的这个不只是教会弟兄姐妹所奉献的，这个更是上帝的。这是上帝的。那或是我们在现场，我们可能管理教会相关的一些事情，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也不是你所有的，这是上帝交托给你管的。好，所以在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是有余了、有剩下了才来奉献，而是先奉献上，先奉献出来。然后因为你信靠上帝，所以你才要做这个奉献，所以上帝就来祝福你的其余的，让你有余。那第三点不是交换条件就像我们刚刚讲，不是说我给你什么你就，我们在民间宗教很容易这样你给我怎么样我将来就烧多少什么之类，那不是这样，因为11奉献是持续下去的，不是只有某一次，不是为了某个条件好，再来最后一个是第4个，它不是会费了，也不是什么保护费，或是要得到平安的。你不奉献，上帝也愿意保守你平安，上帝也要祝福你。但是你如果奉献，你要想试看看，你想得着更多财务上的蒙福，那你可以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个11奉献。好，像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曾经去参加那个紫衣神教，刚讲好他们的一个的聚会，他刚聚会的第一天，就马上之后就有人跟他留记录，然后做访问。那访问之后呢，就觉得说好，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友就是太老的、没有经济能力的、生病太严重的，他们都不要。然后其他的就 OK， 那而且你就我们要留下你的可以扣款的账簿，这真的是把它当作会费，但是教会不会这样子，教会不这样，上帝不缺钱来，我们奉献不是给别人看的，这绝对是我们自己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好，所以最后呢，我想以这个我二姐她自己在知道了11奉献之后的这个道理跟当中的祝福之后，他就也用很多年的时间来操练自己11奉献，那他最后感受到的一些恩典想用这个影片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谢雅慧，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11奉献的祝福。第一次听到11奉献是我在信主第1年，那时候在周报上看到11奉献这4个字，因为心中有疑惑，所以呢我就去问了牧师。那当时牧师呢就拿了圣经，翻开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就是教会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牧师非常详尽的解释这段经文的意义，以及11奉献它的意义。之后呢，我就开始练习操练11奉献。刚开始其实真的很挣扎，就拿收入的1/10奉献，然后留下所剩无几的9/10来生活。这确实非常需要很大的信心。但是我观察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听他们的见证，我发现，顺服的其实是越来越蒙福。于是呢，我的信心也渐渐的增加，也就甘心乐意的奉献。那这么多年来，神在我身上的祝福真的是不胜枚举。以下呢，我就分享3样比较难忘的见证。第一，中统一发票。听教会一位姐妹她的见证，她说她当时家中呢需要搭一个铁皮屋来做生意赚钱，可是呢她没钱，于是她就跟上帝求，结果上帝就给她捡到了一张发票，然后奖金呢刚好就是可以付她铁皮屋的费用。那时候我心里听完她的见证，我心中发出一个声音，我想说可以这样求，主啊，那我也要。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效法他，只要地上有发票，我一律捡起来，并且非常仔细的兑奖。可是没有中。过了1年左右吧，我家后阳台也需要搭建铁皮屋，因为要遮阳、放洗衣机、晾衣服。那搭建费用是3万2。这时候我也中了发票4万元，扣掉20%，刚好是3万2。很神奇哈！主的赏赐呢，他的恩典真的就够用，刚刚好，不多也不少。第2样，读大学4年免费。2016年，我和妹妹雅婷，我们参加马拉松路跑，那会后去我家盥洗。我们姐妹2人就聊着彼此的工作啊、想法还有梦想。那妹妹知道我想读大学，也知道这个大学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可是，碍于经济的窘迫，迟迟我就不敢去读。那她听了我的想法之后呢，她表示愿意资助我1半的学费。有了她的资助，我胆子大了些，心想就剩下的学费如果真的不足，我了不起我就助学贷款。那于是我就去读书啦。就在第1学期，学校表示政府现在有一种奖学金，申请的条件门槛不是很高所以他鼓励我们去申请。那刚好我也符合资格，就这样4年来，除了书本的费用，我的学费就由妹妹的资助以及奖学金，我顺利完成了学业。第3项，工作获得加薪。我的工作是社福相关的行业，那这个行业呢，薪水普遍都偏低。我常常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用心的工作，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我也很认真的工作，但是你可以让我的薪水提高吗？”突然我有个想法，我想说，不如我将1/10的奉献提高，先提高到我心中想的数字。结果没多久，我的老板跟我加薪了。我觉得神真的亲自感动我的老板，不用我们自己去争取。那我在准备这篇见证的时候，刚好读到出埃及记35章第5节，他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他说：“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这句话我心里很纳闷，为何说凡拿耶和华的礼物，明明是他们自己的礼物啊，是他们积存的财宝啊，应该是他们的礼物才对嘛。可是这时候圣灵让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一口气，都是上帝白白给的啊。我们只是在地球上的管家而已啊，一切万有都是上帝造的啊。那
上帝又不缺钱，对不对？我们只要做好忠心的好管家。上帝说，你的1/10是当纳的，他是要让教会做更多神国度的事工啊。上帝既然这么说，那他就会照他的应许祝福我们，顺服就会蒙福嘛。最后我要说的是，遵行11奉献，神给的祝福绝对超出你所求所想。那至于他会用什么方式呈现呢？根据我的经验，绝对是量身定做，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愿荣耀归给主。谢谢，真的好。我姐姐的这个见证我真的也非常的感动。她真的让我特别想到这一句话，就是可以11奉献，可以让我们去体认耶稣教我们那一句说：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就是说我们要先能够给人，我们要先能够给人去看到身边需要帮助的，或者你如果还不知道，至少就是做11奉，在教会中做11奉献，好让上帝可以更多的事给你这次你可以去试看看的那最后所以也知道上帝他是一个供应的上帝，他是一个供应的上帝，所以呢，我们透过11奉献可以感受到他更多的丰富。他要将许多的能力，好像比如说来参与事工，其实就是愿意将你的时间奉献出来，那他就会给予更多的能力。那你愿意在金钱上奉献，那他也会让你有更多的能力来管理你的金钱。我们先来唱这一首圣诗376首，我们来做一个回应。聪明的人待学识，富人期待财物，有人献上好才能，有人劳力服务。我们可奈何宝贝，现在君王桌前，若没财富或学识，我们如何奉献？小孩真心爱耶稣，满怀感恩欢喜，每天学习跟从主，遵行上帝旨意，将这一切当宝贝，献在君王桌前。这种礼物主喜悦，我们虔诚奉献。我们让生活大小事都可讨主欢喜，无论在家或上学，彼此交易游戏，这些礼物真可贵，献在君王桌前，胜过财富千万倍，小孩虔诚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丰富恩典、满有怜悯的主啊，你的慈爱是何其宝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讲道，增加我们对奉献，特别是11奉献的认识。求主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认清11奉献的价值，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决心，要得着你打开天窗倾倒下来的恩福，让我们可以立志来守你的诫命，并且学习尽心尽意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上帝，将我们的1/10送入你的府库，使你的教会有粮，也将爱
分别，也将分别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时间，能够与主来同在，与主同工，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好见证。所以，也让我们能够主动的去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物质上或是在灵命上、信心上成长所需要的，愿意分享，或是一起邀集伙伴，大家一起彼此建立我们的信仰生活，让我们有能力能够为人祷告、为人代求，也做好自己。让我们不论是透过 RPG， 或是幸福小组，或是中保代祷，或是其他各样的服事，交通服事，或是餐点的服事，或是教导儿童主日学等等，或是门训课程的一个摆上，主你都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可以配合这个社会现在目前的公共卫生防疫的措施，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我们也可以为着远在欧洲乌克兰的这些民众们来代祷，使他们在战火之下仍然得着主你的平安，身体的平安及心灵的平安，甚至在物资、在金钱上的需求，我们都能够甘心乐意慷慨的奉献，保守我们众人的生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哈！我们谢谢雅婷神学生美好的分享牧师现在要邀请呢我们第43期的中保代理勇士，这个时候走到前面来可以吗？我们有一张那个祷告的单子，我们要做一个差派，来，我们不要客气哦，赶快过来。那在走过来过程当中，我做2个报告。第一个，我们感谢雅婷神学生他的服事哈。他在我们教会预定要到6月就结束，因为他要毕业了，准备要差派到地方教会来服事哈，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哦。我们拍手感谢他好吗？来拍手一下，可以集中没关系，集中没关系哈每一张单子。第二个哈，在他们还在排列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带一个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的口罩哈。如果你手上还没有，我看有人没有带，不是要回家做纪念，还是如果没有举手，我们同工会补给你，好不好？那这个口罩呢，重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2个月前呢，我们有为乌克兰的这个救灾来奉献总会觉得说你们很热情奉献，我们就做那个特制口罩来谢谢大家。所以今天除了每一个人拿了一份，那有40几个有40多位弟兄姐妹奉献他们会送一份给你做纪念如果有剩下，你们觉得这个口罩不错，可以拿来当送朋友做纪念的，你也可以就有剩了就完了为止就送完为止，就是你可以用义卖一包10个，也大概10块钱100块钱等于一份10块钱这些钱我们要收集起来，可能会等第2梯次要为乌克兰奉，因为现在还在战争当中，你看那个城镇破坏的太厉害了，不知道多少钱才能复建好，感谢主，都排到前面了我们也可以看我们的差派祷告的这个宣读文，或是看我们的荧幕那我们弟兄姐妹也看着这些祷告的文句，我们要忠心委身在神面前我们牧师开始说我的时候，你们就念自己的名字好，预备我一起念，愿意接受上帝的事务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第2，我愿意遵守中保祷告服事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第3，各样教会事工与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祷告。阿们。好，这个时候牧师来做一个祝福谢天父上帝，你将祈祷的恩典权柄赐给每一位愿意付上祷告代价的人。感谢主，我们这一群同工，他们愿意在未来的4个月当中，每一个礼拜至少有1个小时在密室当中，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的需要，献上虔诚的祷告。主啊，不是我们的祷告是有多美，或是我们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因为我们愿意诚心谦卑在你面前，将我们的困难，将我们的感恩，也将我们的代祷摆在你面前。因为主，你应许我们只要在你面前恳切祷告交托，主你就要应许我们许许多多的恳求。神啊，求你赐给每一位在你面前决志要受差派的我们的代祷勇士，让他们在这段期间，他们有很好的时间规划，不会受影响，能够忠实的在你面前守望，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为教会、为国家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他们愿意摆上，就求神加倍赐力量、赐信心，也看见神的应许在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身上。奉你名来祝福他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后续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祷告大军的行列。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能不能请大家向后转一下？我们照一张相可以吗？可以来稍微集中一下，左中间集中一下，可以吗？哎，对，或是高一点的可以站后面，这样可以哈。好，我们同工给他们拍手鼓励一下，可以吗？好，看前面就可以，因为我们都戴口罩，就是一个阵容啊，这个阵容出来了哈。好，谢谢，请大家回座，谢谢哈。好，我们请同工干我们的执事来收奉献哈，准备来收奉献，谢谢。我们的执事请预备哈。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吟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何等的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记载在诗篇22篇第10节，我们一起念，请。我出自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22篇第10节，我们来翻开周报第2页，下礼拜服事同工，请自己注意第3页上周各项聚会的讯息请大家自己参阅。我们看翻过来第4页第2点本会定下主日举行母亲节感恩礼拜由主日学师生
录影献诗，来表达对妈妈还有家人的爱和感谢。原计划全家福拍照活动，因疫情的关系，延至父亲节再来进行。第3点再请牧师补充报告，然后第5点也再请牧师补充。第6点，教育装备团队报告。第4期理财有道班，还有第2期的经营有道班，以下礼拜跟下礼拜开始正式开班。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一律线上报名。第8点，财务研习在下午2点到3点半，在敬拜中心3楼副堂举行，邀请刘俊志长老分享，请各单位主责所长、会计、小组会计参加。第9点，今日礼拜后举行5月份庆生会，请寿星留步接受祝福。翻过来第6页，第10点，本会林慧兰小组长的母亲于4月24日安息，已于昨日举办告别式，请继续为家属代祷。牧区团契消息，第1点，松年团契下周因疫情的关系暂停聚会。第3点，提摩太牧区于5月7日晚间7点到9点半举行家庭好好说亲子沟通讲座，欢迎父母亲与青少年共同报名参加。第3点，宣讲营会报名开始，营会日期7月5日至8日。关怀代祷事项，请继续为下列的事项关怀代祷。第7页，中会及社区的消息，请自行参阅。第8页的奉献征信，如果有出入的部分，请跟财务组的同工来反映更正。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补充。各位弟兄姐妹，只要是有这2点，跟你们再做一个强调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新冠疫情因为现在政府不主张用一个严格的这个空间管控，所以是提醒大家自我的保护所以我们鼓励兄姐你如果没有什么身体其他的顾虑，能够打疫苗，那能够有个自身的保护，即使有感染也不会有重症那求神保护我们。每一次我们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心中祷告说：神啊，求你保护我，让我一切顺利平安，这样子那希望我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一次，因为是我们把它描述说，好像是你必须要经过这最后10公尺才能跑完100不跑也不行，反正大家都要一起走就是最后能够完成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很顺利。第二个是我们有一些暂停聚会的，我们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了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群体当中，那你就可以自己来在线上参加礼拜。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在线上的，我们求主保守大家都平安刚刚有讲到这个口罩如果你没拿到的，你可以去跟我们的同工领一份做纪念。那有奉献的，有40多位做奉献的，请你到办公室，他要送你一包当做纪念那如果还有剩，你觉得说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看可以送给朋友当纪念，那你可以一包100块，1包100块这样子另外我们在5月20号2个礼拜后，我们要邀请刘进长牧师来主持一个祷告会的一个操练。那在礼拜堂刘进长牧师就是现在福气教会当初创立者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现在已经退休自由传道，我们邀请他来训练，而且在29号也要举行培灵会这样子好，那我们教会呢，这个明天因为是属于那个劳工节的连假，所以我们明天白天在上班就休假，没有人上班了所以明天要来的话，先打电话进来才有办法进来另外昨天我们也有好多位弟兄姐妹去参加我们这个慧兰小组长他妈妈的告别式
一切都很顺利。慧兰小长有来我们当中了，我们请他站起来，给大家点个头就可以哈。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求神保护他的家庭哈。感谢主，请坐请坐。那今天我们感谢主呢，有3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第一位就是谢芷晴，是不是？芷晴小姐、芷晴姐妹，来请起立，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第二位是洪黛莹小姐妹哈。他们是我们彭军的好朋友哈，今天特别来当我们的贵宾哈，欢迎你们常常来哈，一起大家更多的认识。也另外一位是翁建长，是不是长弟兄？来，翁建长弟兄，来欢迎你来。很难得哈，我们在疫情当中有新朋友来，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哈。那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来赐福他们哈。好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午餐了哈。希望能够很快能够恢复。下午2点有我们的那个财务训练，我们请报名的弟兄姐妹不要缺席，一起来受造就哈。有求神带领我们大家。等一下我们唱祝福的诗歌完，我们要一个庆生，为庆生这些寿星来祷告。好，谢谢。会众请起立，吟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我们请牧师祝祷。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好，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5月份的寿星有80-90位哈，我们在座有没有寿星在这边的，请起立，让我们祝福好吗？来，1楼、2楼有没有？来，请站起来，我们一起为他们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我们有点灯了哈。祝你生，我们请建州兄等一下来吹蜡烛，黄建州。祝师傅给你，生日生日快。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好，预备，拍手，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些寿星祝福祷告哈，再做结束，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每一位寿星，因为他们在生日的时候，是感恩的时候，是得恩典的时候，也是得到众多亲朋好友祝福的时刻。主啊，生日不只是神赐生命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要活出美好丰盛生命的见证的时刻。主啊，求你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日的时候得恩典、得祝福，也又更决心要一生跟随主，得上帝从天上来美好的恩典。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大家出入都平安。在疫情当中，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特别的保护。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彼此祝福一下祝你平安健康，好不好？来，我们请大家平安，慢走哈。好，大家慢走，平安。